大家来关心疫情以后这个后续的消息，像这疫情渐渐有靠回啊，最严重嘛，解禁未少国外人客纷纷来台湾要食美食。毋过，都有一个中国富人人，伊要申请偷偷炸半公斤的鸡颔骨啊来台湾，伊买时开较无250块新台币，毋过即嘛，防检局发现啊，都要重罚3万块，回定咧柜台是有够生气，大细声坚持无要签名。啊，最近的违规炸这个肉制品入境人是愈来愈多，敢若今年到3月底，都有134人，互人罚20万。这样子就抢我们3万，真的好做。为厦门入境台湾，索扣罚3万块，和中国游客去甲未见签名。你那边都有写吗？有盖上面吗？反正我拒签。伫咧机场柜台继续抗议，原来这个姓杨的查某人，昨坐飞机来台湾，竟然炸6包爱阿妈棍入境，煞无伫咧入关进前申请，却走落来罚3万。产品是哪？就是要被裁罚25块。我有这样的啊，呀哪里我哪里去？过去嘛，来自中国姓杨的查某人炸300公克青假肉入境，想要补营养，当场扣罚20万。根据防检局规定，若是伫咧行李运送大顶，扣检疫片片着卖物件，都要随单调。伫咧红线区申报柜台掠着是袂罚，要毋过伫咧青线区发现就会重罚。如果为禽流感疫区炸真生肉类制品入境，头一摆罚3万，过来是30万，第3摆是罚100万。如果为非洲地这一区炸猪肉制品来台湾，第一摆会罚20万，第二摆就罚100万。八种动物是罚1万，啊，食物是裁罚3000。查获旅客携带动植物产品的样态非常多，那其中罚款最多的就是猪肉产品。成机场的部分，动植物产品大概合计每个月大概平均40件到50件之间。防检局讲，正是为2008年推出，真侪人嘛是拢会炸肉酥、烟肠含火锅的料理包，不过这全部拢是违规物件，民众若要入境，拢要加注意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